这当年有当到好料的恶抢师傅，交问观众朋友哦。恭喜臭太上天，纯健脾，乜个关系？对。哦，也用也绕也个咸菜干，都拿也不也对动啊。哦，前一季参赛者看起来也不简单哦，不过实力算是很样板嘞。我伫韩国哦，做韩国你好诶，最俩人最到底诶。你去过韩国呢？你做第一条款哦。估唔去甲估好做诶啦。一样系先前嗰样。有啊，有信心。很有哦。对啊，冇可能唔早乱讲。来到食材料理王名人，又发生乜个神奇的事情呢？冇嘅，天窗兄嚟。冇嘅，那台边冇嘅，冇嘅。哦，冇嘅，都你啊，大埔腔，我就被拉走了。哦，镜头要特写一下。我从某些注册很多的家长好啊，向大家多多支持哦。每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就3點開始嘅，食材料理王，等來做喎，日日來做咯。